赞，含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要献信心甲听，万有对主所的希望，一切受造万物，称赞上主的伟大，咱何乐主吟诗，为伊有好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两节尔，第一节甲第二节无啥共款，所以咱咧认为是人注意迄个上尾结束的所在。即时咱来献开圣诗第505首。这条歌是一条祈祷的歌，总是这个祈祷的歌，其实也是立志的歌。咱上帝讲主，虽然我会拄着世间反对的声，我会拄着真侪困难，总是我愿意坚持伫对你的心内底，做伙来吟这条歌，坚持甲人中间的关系。我要忠心，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情，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其实伫圣经内底，咱一直咧读着讲，上帝咧对人讲，你爱勇敢壮大。上帝对约书亚安尼讲嘛吼，你爱勇敢壮大。咱读着迄句话，我毋知影咱大家感觉敢安怎？其实上帝对约书亚讲，你着勇敢壮大的意思，就是伊知影约书亚真惊啦，真无胆，所以伊才会答约书亚讲，你着勇敢壮大。咱的日子有当时也嘛共款，咱有可能无得较是一个忠实的人，咱有可能无得较是纯真的人，咱甚至嘛无坚强。总是假使咱也愿意，毋是倚靠家己，是倚靠上帝，伊会帮助咱有坚强面对挑战的可能。愿上帝帮助扶持，互咱真正得到快乐。咱来吟第二节啦吼。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是声诚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心真软弱，我要仰望主听了的路，我要向上主那样来来。愿上帝帮助，上帝医治，上帝圣手甲咱做伙伫地，请陪伴咱的心。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时间已经到，咱要开始第三场台语的敬拜，请咱把手机关机，还是调伫震动的位置，请走甲。 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庆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神的服侍。无得甲这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16首。 圣诗16首，咱就对主唱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吟诗来学乐，唱出听堂诗歌，学乐主每日心创造，上主的要创造，星星日头甲大海，伊看作对是好，万物皆美丽个和谐。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着对主感谢，快乐吟诗来尊重，表现信心甲听，万物对主所的希望。 一切受造万物，称赞上主的伟大。咱学乐主吟诗，为耶稣复活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 欢喜对主唱歌，哈利路亚。请咱犹原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
伫温州比勒岛任来受苦，顶是未嫁，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四人中各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三角来启用，启用文11篇，启用文11篇，上时也是诗篇32篇。咱用交托的方式，我来启兄弟来引。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因的罪，佮心无奸诈。我若点点唔认罪，就规日害惨，连骨头拢打去。你的手明日重重刑罚我。我前仔亲像冒着热天的日头，大家打去。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无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秘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唔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多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性命唯一。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要大声欢呼。咱同心三角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创造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活命甲平安，阮用欢喜的心来朝见你。当阮搁一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时，求你互阮会当开声学乐，用心神来学乐你，求你的神来感动阮，互阮看见你极大的疼痛。亲爱的主。虽然阮面对严肃的疫情，抑佫有主的保守，带领台湾这个土地，恳求主赏赐政府官员有够野的智慧，保护人民会通平安生活，互经济渐渐来恢复。阮满心感谢慈悲的天父，伫过去这一礼拜中，阮的行踏。设使有得罪你的，阮要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主的怜悯的恩典，撤销阮的过失，赦免阮的罪过，互阮看见家己的无够野。愿你用谦卑的心，甲你同行，追求公义。亲爱的主，阮也要为着汤教会福音的宣扬，你祈祷。求你圣神的火点到阮每一个人心中的热情，佮开阮的目睭，互阮有属灵的眼光，看起这个社区、这个土地福音宣扬的迫切感。互阮愿意用祈祷合一、委身的心来回应主的呼召。这时，阮也要为教会软弱的祈祷者来祈祷。主恳求你医治安慰的圣手就临到，我软心倒退，求你加添因的信心，有火热的心出外当兵的，主恳求你的平安甲因伫地。当阮搁一遍要对你的罗幕领受你的教示，
求圣神临到阮的中间，除去魔鬼、撒旦的搅吵，通过吴牧师的喙开拓理性的道理，诚做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9章51节到62节。路加福音9章51节到62节，和本伫94页，汉译本伫155页。现着我来读。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得要到，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以差派使者大声去，因入去撒玛利亚人的庄头，为着耶稣准备。迄所在的人无欢迎耶稣，因为伊要去耶路撒冷。伊的门徒雅各甲约翰看到，就讲：主啊，阮对天顶叫火落来，甲因毁灭好无？耶稣活过来，甲因责备，因就去别个庄头。因伫路中的时，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去倒位，我拢要缀你。耶稣甲伊讲：予你有空，空中的鸟有收，不过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拢无。耶稣阁对另外一人讲：来缀我。迄个人应讲：主啊，听候阮是大人100岁年老，我就来缀你。耶稣应讲：予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不过你着去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佫有一人讲：主啊，我要缀你，不过予我大声转去厝内甲家内的人相时。耶稣对伊讲：唱喊伫地尾，要直直越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这是咱请牧师来正道。今仔日分享的题目是被拒绝的道路。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我相信最近伫咱身躯边一定有听到，或是咱的亲人，或是咱的朋友有染疫的情形。我相信这会造成咱心内底有一点仔惊吓。总是不管安怎，请毋通将这项代志当作咱来慎重来看待，总是毋通掠做伊未能够。求上帝帮助扶持，检查这就是台湾社会爱承受的一个过程。因为假使若无经过这个过程，有可能咱无法度甲这个世界来开放，上时可能阁等袂着将喙安摕落来迄一天。因为安尼，伫这个过程的内底，检查爱忍受一寡痛苦，总是求上帝特别扶持医治赏赐，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因为安尼，我要感谢我嘛要请已经来到在场的兄弟姊妹，咱会当虽然喙安无法度摕落来，总是咱会当头前后壁的人，咱甲会讲一寡亲切的话，所以请你头前后壁的人讲真欢喜你伫遮，甲会讲一点仔平安，愿上帝的恩典，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假使咱也伫厝内，也是伫咱受隔离的所在，咱边仔若有人，咱嘛会当互相来请安。愿上帝平安就来到伫咱不管伫倒落，上帝甲咱伫地的所在，咱做伙来祈祷。主你怜悯阮，你知阮是软弱的人，因为安尼求上帝医治扶持，知影阮软弱，阮惊吓，甚至阮现在伫隔离的所在，总是阮知。你甲阮无受隔离，你会听，你所赏赐的平安，要甲阮做伙伫地。因为安尼，阮的心就受安慰。求上帝帮助扶持，
勇壮，阮，互阮真正知，虽然有威胁，但是上帝当你甲阮做伙伫地时，阮就无惊。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蒋介，这是一位少年人，伊伫中国大陆来成长。16岁时阵，因为交换学生的关系，所以伊去到美国。伊用这个身份，后来就伫美国这个所在来就读、读册、就业，甚至组成家庭。就伫美国这个所在来成长，因为伊细汉的时阵有遐互人拒绝无好的经验，所以伊心内底一直咧想讲，迄个惊互人拒绝这项代志，是阻挡伊成做一个企业家，学习无法度阁成长的关键。所以伊就设计一个 project， 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受拒绝的100天，这就是迄个咱顶头所写，伊设计这个计划，受拒绝的100天。这个受拒绝的100天的意思是，伊想要伫100天内底3个月，每一天拢设计一个无合理的要求，照着别人拒绝来提悬家己对互人拒绝的这种惊吓的忍受程度。所以，伊头一天就安尼设计，伊头一天就设计讲，我要去路林一个青训人借100块美金。咱知影100块美金偌济钱？3000台票。所以100块美金等于3000台票。啊，路林有一个人突然间来讲，我要来借3000，你想你会安怎？当然嘛讲，啊你是啥人？当然嘛讲，所以伊一困就去互拒绝你啊。所以第一天伊就设计这个活动。第二天，伊伫这个麦当劳食汉堡了，然后去到摕迄个盘仔去到柜台，去到迄个柜台的店员讲：啊，我食了，我要请你互我汉堡过来1克。啊，你着食了啊，也毋是讲歹意吼，食了啊，他有可能当然阁受拒绝。第三天，伊去到多纳店，迄个甜甜圈啊吼，迄个店多纳卖多纳甜甜圈的店内底，伊店员要求讲，啊，请你带我做一个奥运5环的标志的甜甜圈。第4天，伊早100岁哦，伊早100岁去弄人的门，人讲啊，我等会当伫你的后壁院来种这个花。蒋介伫这个经验内底发现一项代志：假使咱若互人拒绝，毋是惊到一困就走去，那安尼，咱会当伫中间停落来，然后开喙来问，检查咱会得到咱料想未到的答案。虽然这个是无合理的要求，这个要求拢无合理，想起来拢感觉人一困就来拒绝啦。总是对第3天开始，蒋介伊停落来，结果第3天伊的经验是，迄个多纳店的店长无来拒绝，等到店长走出来来问讲：啊，你要爱啥物色的？色字做啥物色的？奥林匹克的这个多纳店，啊，真正上尾才做出来。所以伊将这影片就放伫 YouTube 顶头，随爆红，随真侪人来点开来看。然后迄个拒绝伊伫后壁院种花的人，毋是伊伊的款式，也是伊是中国人的关系，单纯只是因为因兜有饲狗，伊的狗会咬后壁院的花，单纯只有这个原因尔。所以后来蒋介这个少年家伫 TED
这个论坛内底，讲出这个互人拒绝的故事了后，得到真侪扑克声。亲爱的兄弟姊妹，互人拒绝，拄好是主耶稣行往耶路撒冷这条路顶头真正的款式。对圣经来看，上帝所请的先知，拢嘛互人拒绝，总是历史顶头遐勇敢面对互人拒绝的人，通常因嘛改变历史，就亲像马丁路德金，就亲像曼德拉，就亲像甘地，就亲像耶稣基督同款。路加福音第9章51节，经节，做伙来读看卖，做伙来读来。耶稣受接上天的日子得要到，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近代神学家大部分拢从第9章51节开始，特别是这句，来看这是一个段落，真长的段落的一开始。就是9章51节，一直到19章，路加福音19章28节，这个真长的经节，看做一个完整的段落。通常拢也称作行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在这个差不多10章这么长的经段内底，真侪拢是路加特别有，也是路加单纯有的故事。路加是安那要安尼写？有2种主要的观点提出解释。第一，主耶稣透过这条路，要教示学生伊所要带来的上帝国。第二，就是约翰这位神学家所提出来，伊认为这个故事路加的这段路，就是新约内底的申命记。因为咱爱知影申命记是用应允的所在、应允之地最重点的旅程，就亲像主耶稣的这段旅程同款，伊的目的地就是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展开这个旅程的头一站，就是经过一个撒玛利亚人所徛起的这个村，这个庄头。然后因就受拒绝，这也有过伫这段旅程内底，伊所要拄着的代志。路加福音第9章53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所在的人无欢迎耶稣，因为伊要去耶路撒冷。经文咧对咱讲，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耶稣甲伊的学生。是因为因要去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上帝，因为因要去到耶路撒冷来献祭。神学家认为，这有可能应该是对政治顶头的对立的原因。讲远前167年到37年，这差不多100几年的时间，犹大地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由马加比家族来掌权。主前112年，约翰这位祭司头，伊带犹大的军队，就拍入去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内，将因的圣殿规个来拆毁掉，然后强迫撒玛利亚人做因的奴才。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是历史的悲剧。捌做过奴才、捌做过奴隶犹太人，当因独立、当因有力的时，既然颠倒去奴隶别人。然后，咱伫约翰福音书第4章第9节，咱读到这个代志。原来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来往，已经真久啊。是安怎？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甚物人？撒玛利亚人不管是宗教、是血统，
拢对北国的以色列来，总是根据罗马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伊所讲，当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互亚述来灭掉了，亚述就伫这个北国这个所在实行移民的政策，因将大量外族的移民就徙到这个所在来徛起。所以撒玛利亚人是甚物人？撒玛利亚人是外族的人加以色列人的后代。换一句话来讲，台语其实有一句真歹听的话，就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撒玛利亚人就是甲人难着啊，因的血统无顺啊。所以台语有一句真歹听的话。因甲人无，因就是血统无顺的人啊，总是因当是犹太人，因甲犹太人当是兄弟啊，是，总是因已经甲人难着啊，所以因无顺啊。换一句话来讲，就犹太人来看，撒玛利亚人因的血统、因的敬拜无顺，所以因无往来，佮加上毁坏圣殿。甲掠因做奴才的这个新的元首，所以改成撒玛利亚人拒绝要接待主耶稣甲伊的学生，改成嘛无意外呢？无意外，因为因进前就结元首啊。路加福音第9章54节，刷落去，咱读到耶稣的学生伊的反应，咱做伙来读看卖，做伙来读下来。伊的门徒雅各甲约翰看到，就讲：主啊，阮对天顶叫火落来，甲因毁灭好无？有古抄本加上亲像以利亚所做。假使咱若互人拒绝，却掠做我是徛官位有权柄的人。那安尼，咱就会亲像雅各甲约翰的反应。嘿，恁遮的人既然看我无呢，恁遮的人看我无，我就想要互你好看呢。这就是这种反应啦。互人拒绝有当时啊有这种反应。你看我无，我就偏偏要互你好看。所以，因就建议对天来降火，消灭这个村砖头。就亲像《列王记》下卷第1章第1节到16节，以利亚降火伫遐拜偶像的人身躯顶头，所以因的反应，雅各甲约翰的反应，就是活伫迄个互人拒绝的阴影下面啊。总是主耶稣对别人的拒绝，并无生分啊。伊一开始的服侍，就是互伊的故乡。这熟悉伊的人来拒绝，伫加别龙、伫吉拉辛、伫伯赛大，真侪人欢迎伊、军队伊，总是嘛有真侪人反对伊、拒绝伊。总是主耶稣拒绝活伫迄个受人拒绝的阴影下面。所以路加福音第9章55节到56节。是安尼记载，做伙来读这段经在做伙来读来。耶稣挖过来，甲因责备，因就去别个砖头。虽上有古抄本加上，恁的心怎样，恁唔知。人主来，唔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古抄本这个描述，拄拄咧对咱讲一项代志。主耶稣的上帝国，甲这个世界无共。上帝国若活伫这个主耶稣上帝国的百姓爱知，咱确实会互人拒绝。总是咱爱拒绝活伫这个互人拒绝的阴影下面。所以，咱若因为安尼来受气，甚至想要报复。那安尼，咱不过是活伫迄个互人拒绝的阴影下面尔。咱要行的道路甲方向，是要为人带来福音。
救人的性命甲灵魂，才是咱要紧的使命甲责任。路加福音第9章57节，咱刷落去读到3个人，这3个人，咱会当小可来读看觅啊，这3个人的反应。咱做伙来读来。因伫路中的时，有一个人对耶稣讲：“你无论去倒位，我拢要缀你。”哦，有人要对耶稣上好啊，但毋是咧。咱也听着讲有人要受洗，但毋是真欢喜嘛？有人要对耶稣，但毋是真好吗？所以这表示一项代志：耶稣迄时阵有一种向心的快乐，就亲像年尾台湾的选举要到啊。最近真侪人就表示讲：“我要出来选啊咧。”然后有人咧表示讲伊要出来选，就会听到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对吧？赞成的声大过反对的声，就表示迄个向心的力有强。了解意思吼？所以耶稣这个时阵是一个向心的快乐。总是这个人讲这句话的迄时，伊唔知影伊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表示伊要军队耶稣不管去倒位，对无？总是刷落耶稣要去倒，耶稣要去到克西马尼园咧，伊是伫遐受掠咧。刷落耶稣要去倒，要去各个他咧，伊伫遐受定咧。刷落耶稣要去倒，要去坟墓咧，伊伫遐受死咧。所以这当是这人所要军队的道路嘛？这拄好是主耶稣对这人要军队伊的人所提出来的挑战。所以刷落去，咱读到这句话，路加福音第9章5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来。耶稣甲伊讲：“予你有空中的鸟有收，总是人子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予你甲飞鸟有厝人通转去呢，人子无呢？你敢有要想看觅啊？主耶稣对这人的挑战，是对伊讲：你若想讲要透过军队耶稣来得到荣耀，总是你爱知影你军队是啥物人呢？你军队是迄个互人拒绝的人子呢？伊行的是一条互人见笑、互人感觉见笑的路呢？神啊，佮对咱指出，伫两约中间，就是旧约甲新约的中间，天空中的鸟，时常互人指比如做外邦的国家，所以空中的鸟，咱嘛会当读做外邦的国家。这伫启示文学内底时常读到。然后予利咧，予利上顶的是阿文人，阿文人是咧指古早同一个祖先，总是伫政治顶头对敌的人。咱若旧约读到阿文人，咱爱知影迄是这种意思吼。咱的血统共款，总是伫政治顶头对立的人。所以主耶稣才会后来伫路加福音13章32节讲，称这个希律安提帕王叫做迄只狐狸，迄就是血统共款，有血统共款的，总是政治顶头无共款的意思。所以耶稣嘛咧暗示伊讲：啊，你想要爱权力甲影响力，那安尼，你去缀迄个外邦势力的陪鸟，就是掌握权势的狐狸，会较紧哦。路加福音第9章59节，咱阁读到第二个人，耶稣伫这条路顶头，一开始就拄着拒绝伊的一个砖头。刷落来，拄到3个人。第一个是达到迄个，第二个是刷来这个。咱做伙来读这段经文，做伙来读哦。来，耶稣佮对另外一个人讲：“来缀我。”迄个人应讲：“主啊，
听候阮是大人100岁年老，我就来缀你。好，原文其实咱周报真细有互咱翻译，所以咱会当对照和合本，甲原底巴克利的原本的话。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听候我埋葬我的老爸了，才来缀你。总是新的译本就直接翻译做：听候阮是大人100岁年老，我就来缀你。原因是安尼，因为咱若读原文，也是和合本，咱会读到讲：听候我转去埋葬我的老爸了，才来缀你。即句话，根据对字文来读，亲像咧讲伊的老爸拄拄过身，就是即要转去。总是根据研究，埋葬老爸即句话是巴勒斯坦这一代传统的俗语，特别是指后生爱留伫厝内底照顾爸母，直到有尊严，将因来埋葬了后，才煞。所以，伊本上拉比是安尼讲：用阮我先转去埋葬老爸，意思是讲，用阮我伫老爸有生之年服侍伊，听候伊埋葬了后，才来跟对你。萨伊德这位学者讲了更较清楚，伊讲假使伊的老爸若即要死啊，是安怎主耶稣会伫路人拄着伊？伊无伫因兜伊的老爸的边仔身躯边，所以萨伊德问的即句话更较清楚，因为主耶稣伫倒拄着这个人，伫路人的，伫路人拄着伊，然后呼叫伊对无？讲来缀我。这是主耶稣主动来提起的，表示主耶稣看到伊生命中有可能受呼召，有可能。总是伊回即句话，所以新的译本翻译了更较精准。伊就是直接来拒绝军队耶稣的意思。即人想要无限期来拖延军队主，伊对耶稣讲：我有我的社群，我有我的家庭的压力，我有义务爱留伫阮兜服侍我的老爸。所以主耶稣才会安尼回应。路加福音第9章6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因讲：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不过你着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咱来知影主耶稣的回应看起来、读起来，亲像真绝情，对无？其实伊看清楚这个人在牵拖，其实这个人是咧牵拖。伊看清楚这个人咧牵拖，伊用支持的话，确实这是支持的话。伊用支持的话咧对伊讲：你伫遮咧牵拖，只会耽误你受呼召。互人使用，甚至到你甲你的老爸拢死，你也袂开始行动。所以，互死人去埋葬因的死人，就是安尼呢。甚至到你甲你的老爸拢死，你也袂开始行动。所以，这是一个支持的话，无毋对。互遐个伫灵里已经死的人去背因传统的责任啦。你爱看重你生命中有的呼召，你若看重这个呼召，愿意领受，只管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吧。刷落伫这段经节内底，咱读到上尾第3个人，咱来读看觅啊。路加福音第9章1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阁有一个人讲：主啊，我要缀你。不过，互我大声转去厝里，甲家内的人相时。这人主动要求要缀主对，这真欢喜的代志。总是相时，这人的要求听起来真合理，
因为圣经嘛安尼记载，列王记上卷19章20节，当以利亚呼召以利沙的时，以利沙嘛安尼要求讲，请互我大先甲我的爸母3时后来就来缀你。所以这个要求真合理啊！这个要求真合理。总是神学家咧对咱讲，伫遮这个人的要求，希腊的原文应该翻译做“用阮我先甲厝内底的人3时3别”。伫中东的文化内底，要离开的人爱征求留落来的人的同意，才会当来离别。就亲像日本人，因若转去厝，因会讲我转来啊。然后厝内底的人爱回应讲欢迎你转来。实际上，这个对话拢表达伫生活甲文化顶头的迄个情景。所以这段经文真正意思是，这人要求要转去，要征求伊爸母的同意，才来军队耶稣。叙利亚真古早的文献是安尼翻译，讲互我大声向厝内底的人解说我要缀你的原因。所以早期叙利亚的教父因清楚。这人要求要转去因兜，毋是要死别，是要伫军队耶稣的这项代志顶头顺探爸母的官兵。伫当时的文化背景内底，这人是讲：主啊，我要缀你，总是我需要互我的爸母同意了，我才通来缀你。因为安尼，主耶稣才有这款的回应。路加福音第9章12节，做伙来读咱今仔上尾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来。耶稣对伊讲：手划着伫犁尾腰直直滑头看后面的人，无适合上帝国。巴勒斯坦传统迄个做田的人，迄个犁田吼，犁真轻，通常一手就会使。用倒手保持迄个直甲调整入土的角度，然后正手咧做田的人，巴勒斯坦是正手举一支长长的管，然后迄个头前有插啥物货？插迄个牛啊，所以安尼插牛，互伊行直直，啊犁就安尼细字看，所以咧做田的人。两手拢爱用，然后爱细致调整咧犁的角度，才会互这个用出来的这个高直直。所以主耶稣咧对这个人讲：你若要缀我，就爱亲像以利沙的决心。咱也知影列王记上卷19章21节，咧描写以利沙转去。死别的时阵是安怎？伊将伊讨食的牛杀掉，伊将伊咧趁食的鸡丝拢烧掉，来煮遐的牛，表示啥物货？表示伊的决心嘛，表示以利沙有决心，伊决心要呼应这个呼召的决心，无搁转去做伊原底所做的这个代志。因为安尼，主耶稣嘛咧对这个人讲：你若要对我，就爱斩断过去一切，包括你的爸母的权威，只有看上帝的角度，安尼才有适合来对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要做主的门徒，毋是报名一个课程遐尼简单尔。主耶稣咧对咱讲，咱若想要得到世间人眼中的关系甲成功，请毋通来入来这条路啦，请毋通来入来这条路，来军队这位无枕头通倒的人主。主耶稣嘛咧对咱讲，
唔通搁互这社群甲家族的传统包袱限制咱的视野。主耶稣搁爱咱，将伊放伫所有关系顶头。虽上圣经并无答咱讲，这三个人上尾安怎回应，总是新人家认为这三个人拢是拒绝主耶稣呼召的人。这反映出每一个时代拢有，特别咱这个时代更较多，拢有侪竟会晓用嘴讲，却袂捌认真思考过，原来这条路做主的门徒，这条路爱付代价的人。所以主耶稣是咧对咱讲，咱若要对伊，咱若相信福音，以及咱若要去传福音，实际的情形，咱若要想要回应这个呼召，就需要了解做一个门徒的代价。主耶稣咧对咱讲一个事实：传福音并无得靠受众人的欢迎，因为咱邀请人来甲咱做伙行的，是一条主耶稣互人拒绝的路。所以回应伊的呼召，就是甲伊同行伫这条互人拒绝的路甲方向顶头，透过咱行的过程来定义咱的人生甲性命。换一句话来讲，当咱决心要安尼行，咱就互这条路，跟对主的这条路，来成做咱性命的价值。假使咱也会晓，互人拒绝的时阵无去惊，就袂只有停留伫互人拒绝的处境内底，颠倒会当更较坚定行伫这条路顶头。伫总甲的100天挑战内底，有一个挑战真特别，就是伊想要去大学来教一节课，所以伊住伫德州，所以伊就走去德州大学，迄个美国的德州德州，伊就走去德州的大学，州立大学去弄一个教授的门，然后第一遍弄门来讲，我要去你的课堂顶头上课，当然互教授拒绝啦。总是伊连续弄3遍，上时第3遍的时阵，佮将伊拍算伫迄个课堂顶头要安怎教的教案，拢提起互教授看。上尾教授安尼讲，我拍算要伫后学期的课程，我的课程内底，我的课内底安排一节你的课，安尼好无？上尾教授若答应，像是伊嘛真正伫迄个大学的课堂顶头来教一节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伊伫迄个演讲顶头安尼讲你无需要学历来证明，你无需要 PhD 来证明，你会当伫大学对这个大学生上课。你无需要证明，你只要勇敢开嘴，唔惊吓，就会使。所以，唔通互人的拒绝来定义咱的性命，颠倒爱利用互人拒绝的过程，互人知真做一个基督徒幸福的所在，真做一个信徒性命的价值。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主拄拄行伫迄条互人拒绝的路里，真个对咱讲，不管咱回应呼召的这条路偌窄，咱的方向行了偌正确，拒绝犹原伫咱所行的这条路顶头咧等咱。所以，咱的拒绝，真侪人对咱拒绝，有可能对遐个咱熟悉的人，嘛有可能是遐个误解咱，甚至是对咱对敌的人。总是，咱是拒绝跟对主呼召的人吗？这头一项，请问你是拒绝互主呼召吗？就是当咱行上这条对主的路里，咱
等捌互人拒绝过吗？然后第三，当咱传福音互人拒绝的时阵，咱会当坚持好好来行这条路吗？刚才迄位拢互人拒绝的主，已经行了上时也行过伊的路，然后伊要判咱每一个回应伊的呼召，行上这条互人拒绝的路的人，做伙行落去。因为伊对咱讲：“我的胆合用，我的胆真轻。”所以，咱只管去传扬上帝的国度吧。咱做伙来祈祷。主，你对阮讲，你的胆合用，你的胆真轻。因为安尼，阮知，阮虽然会拄着互人拒绝的时，总是求上帝帮助阮，毋通活伫这个互人拒绝的阴影下面。帮助阮勇敢去面对，帮助阮知影，阮是有价值你所使用的萝卜。伫阮的生命的过程内底，帮助阮当阮行上这条亲像你互人拒绝的路径的时，帮助阮勇敢壮胆去面对。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这是咱三甲来吟圣诗505首，圣诗505首，我要重述。请起立吟全首。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顺从，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听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实写诚心无求报酬。我要谦卑，在我心是真软弱。我要仰望，主听人的路。我要向上，主模样赞美。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尽意，尽管天白宝座。我要专心，也向主写下祝福。我要坚信，应得救主下步。我要坚信，应得救主下步。请坐。这时要来奉献，请萧素娥执事甲吴文仁执事来施献。
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伫报告的大声，咱三甲来看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咱来读两遍。我的胆合用，我的胆真轻。马太福音10章30节，请。我的胆合用，我的胆真轻。马太福音10章30节。我的胆合用，我的胆真轻。马太福音10章30节。请掀开周报。下周的事奉甲周间的聚会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3页是教会小组代祷的事项，请咱关心代祷。第4页是主日奉献的明细，然后出入的，请干事也是相关的中级来更正。第5页咱看消息报告，本主日。咱欢迎阿东剧团来咱教会伫第3场的礼拜来请安报告，咱特定要请因报告吼，请为因的事工关心代祷。另外伫礼拜堂4楼外面有艺卖品商品吼，请咱家己来来购买。感谢上帝吼，新学生林世杰。新学生伫咱堂教会参与甲实习到本周要结束吼，愿主继续保守甲看顾伊头前的路。主日6月份伫过中级长老是林章祖长老，执事是苏怡林甲吴文仁弟兄。下半年度事工的协调会甲6月份的定期中级会是后礼拜要召开。伫礼拜后，伫701的会议室要召开，请中级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来参加。教会消息，现行的3场的礼拜，咱要时间要变合并来做规划吼。对7月份了后，咱要将主日礼拜来做调整吼。台语的场是伫9点。华语场是伫11点，主日礼拜甲聚会的课程咱看下面即个周报所刊出来，才会即个时间表甲地点的所在，请咱家己来看。第二，为着教会教会要推动教会小组多元的发展，要培育新的领袖吼，邀请兄弟成立小组，听主热诚的拢通担任小组长。无限伫中心接受装备引带人来归主，牧养羊群。目前已经成立的小组调集员甲相关的人员如下吼，请咱家己来看。咱教会2022年夏季学校开始报名吼，营会时间是伫7月13到17日，7月13到7月158点半到5点，7月16是拜六，迄个暗时有暗会的呈现。7月17礼拜咱的主日学吼，咱即个费用是一个人1000块吼，咱开始会使来报名吼。即个早鸟优惠价是800块，营会全勤呢，咱会退200块。报名缴费方式，请咱到伫6楼的办公室来报名。甲缴费，110年学年度第1学期的历学金，请未领取的即个学生，请到办公室来领取吼，咱到今仔日早起。
主日下晡的信仰造就的课程、晋升课程，到6月底、7月起，6月底拢暂停啦吼。7月起，咱要看疫情的情形，才来公告是毋是要上课。本会为着整理6楼的即个晚会吼，因为咱7月了后要开始有爱餐，所以请个人也是家族，放即个碗篮的所在，请咱家己的即个碗筷吼，拢炸转去。咱7月开始，咱要用爱餐会友的人，他伫4楼公布栏来登记。写即个登记名甲人数，咱要重新来做管理甲整理吼，请咱来配合。具体消息本会陈俊义弟兄的公主陈冠霖，因为车祸颅内出血进伫台北新光病院咧接受2度的手术情形，请咱大家继续为即个冠霖弟兄来关心甲代祷。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一开始我先来介绍亚东剧团亚东剧团的导演，甲因今仔来的同工林张力张力弟兄啦请伊互咱看者伊伫后壁伫义卖同工这因为教会林文安牧师的后生啦咱求上帝特别扶持，甲因做伙伫地我想亚东剧团其实是国内一个真特别的剧团，它是一个职业的剧团，专业的剧团，但是伊是专门要演福音剧，所以因的存在有一个真特殊的地位甲意义。所以导演因调工甲我参详，我讲咱最近因为疫情关系真侪兄弟姊妹拢无啥敢来，但是不要紧，因为这2冬因的经营顶头。确实有拄到较大的困境，所以咱请导演，咱欢迎导演伫咱中间但咱报告因暑期的活动以及亚东剧团现在的情形，咱拍破来欢迎导演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一开始先来看一个亚东剧团的影片咱先来看甲回到这个 PPT 影片，那个影片不是 PPT 的。OK， 有声音要该他们放出来等一下。觉得很感动当场的那个心里面的悸动是没有办法压抑的。那我就赶快邀请贵剧团到我们学校来做演出。被霸凌的孩子或者是不受欢迎的，他一定都会有他的故事、他的背景。其实我现在也在努力的想要原谅以前就是有欺负过我或者怎么样的学生，因为这比我们老师们用教条式的讲1000次、10000次都还有用。对，因为戏剧更是深化人心。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剧团今天能够就是虽然真的是无偿，但是所有的表现都没有打折，我在旁边看都起鸡皮疙瘩。不管是孩子、青年或者是大人，事实上都可以从这个戏剧里面来体会在人生当中很多的内在困境。对于年纪这么小的小朋友来讲，要让他去分享，尤其是拿出自己最爱的东西，是很不容易。他们都很喜欢，就是真的很感动。对，我们常去看其他剧团，是没有这么感动。他们的一个表演，并不是局限在舞台上面，是打破舞台跟观众的距离，直接就到了我们观众的身边，与观众互动的那种感觉，让孩子有身临其境。我觉得大家都会帮你们加油。我觉得剧团在推动的是那种爱，真的是在推动爱。OK， 亚东剧团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剧团想要叫做亚东呢，是因为伊是为我看卖PPT，
伊是为亚东工专的团体开始的一个剧团。有人问讲，阮是毋是远东集团的支持阮吼？其实无。阮是一个凭信心的团队。所谓凭信心的团队，就是讲阮定定后个月经费有够无，阮毋知。毋过感谢上帝吼，上帝有方有够格，阮就安尼经过去34年。阮2014年的时阵呢，阮进驻到中立圣德的基督学院。上主要是安那？上主要是把学校的礼堂变成一个多功能的实验剧场。在第一期的工程呢，就差不多3000几万，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我迄阵就想讲，无阮来贷款吼，结果无一间银行愿意贷款给阮啊。最后一间银行甲阮讲啥呐吼，讲第一吼，恁无一个人有不动产啊，第二吼，你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团体。我讲哈，什么叫做没有信用的团体？阮后来就知影讲，没有信用就是讲毋捌借过钱，毋捌还过钱，没有信用历史，所以讲无可能会当借到钱。阮就开始零开始募款吼，阮感谢主就是讲，阮到今仔日，阮募差不多5000几万，阮开差不多5000几万，其中吼有1800万是兄弟姊妹没有利息借互阮的，感谢主吼，过去这几年吼，尽管很辛苦吼，阮还差不多1000万，即马佫剩800万的借款，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吼，阮就一步一步安尼继续，我靠上帝安尼继续行落去。阮上主要的，伫阮的场地咧做啥物呢？阮的展演 ，OK， 阮展演的时阵吼，阮咧无用的时阵，其实几乎逐礼拜拢有教会来包场，无小讲，有诶为台北，有诶为台中安尼起来。教会无相共需要，有诶少年团契，有诶学生团契，有诶儿童主日学吼，无就是讲野外崇拜，就是为着教会无相节目，阮会设计无相共的节目安尼。另外除了展演之外吼，阮有拍摄甲培训的工作。疫情开始的时候，阮第一个变动就是安尼，阮开始家己煮啦吼，家己煮家己烘焙，因为阮有一个餐厅。所以讲，阮就开始发展迄个从外带阮的烘焙品有从外带到外送吼，阮甲Uber E 吼，甲希望在这边合作，所以讲，阮的食物就会当送去无相共所在，兄弟姊妹嘛是买遮的物件来支持阮。OK， 佮有一起送爱的关怀活动吼，像咱这个活动是安怎开始的？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真辛苦的时阵吼，迄阵团长小梅就是甲大家讲，拢讲咱这阵上重要的吼，就是讲上帝要爱阮做啥物吼，咱就去专心去做吼。虽然讲我都演出，过呢。咱若做上帝要按看你去做的吼，上帝看顾咱所有的需要。所以讲，第一个需要是为对来呢，是美国，因为疫情拄爆发的时阵，美国教会、华人教会甲台湾人教会讲，因遐无口罩，所以讲，本来咧做迄个做戏服啊，阮拢停了，阮就开始做布口罩，阮送差不多3000几个口罩去到北美的教会。除了送口罩之外，阮送米，谁那开始送米呢？有人奉献米、白米互阮啊，我就开始奉献出去吼。无是讲的社福单位，送出去愈侪就是人送阮就愈侪吼，阮就搁继续送，送米了搁继续送烘焙，因为阮家己有做烘焙吼，这个烘焙阮有送有医护，有警政单位，送差不多6000包的遮的烘焙品吼，有当时阮是甲教会合作。吼，甲教会合作的意思就是讲，教会有当时关心一寡团体，阮就是家庭吼，阮就送去遮烘焙品去互教会时，甲教会做伙来关心遮的团体甲迄个家庭。除了这个之外吼，迄个保养品嘛，公司嘛开始加入阮的迄个 COCO 的即个保养公司嘛，开始教阮加入阮的关怀活动吼，阮前家去马祖演出的时阵，我嘛甲即个保养品吼送去到马祖的病院安尼。另外一件阮咧做的伫疫情中间，阮咧做的就是讲，阮甲所有阮的影片吼，拢上传到 YouTube， 所以讲大家
上网啊，拍亚东剧团，你得当看到阮所有影片吼，特别做者家庭伫疫情的时阵吼，关属在家里面的时阵，伊当看一寡福音的影片啊。你若讲订阅阮YouTube 吼，你就袂错过阮所有的上传的影片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阮有直播的节目，啊，你若特别是上 FB 呢，啊，你就得看到阮直播的一寡美食讲节目的内容。啊，另外，阮伫剧场咧，即马咧发展的是安那，叫做Nerve 的创意式情境式创意剧场。啊，这个吼是基本上是阮甲规个剧场啊改造成一个小镇的场景。啊，是要甲什么人小镇？是要甲喷火龙小镇吼。啊，喷火龙代表的是一个困难，是一个恶者啊，就是一个敌人吼。伫即个过程呢，来参加的人呢，毋是看到阮亚东剧团演戏，家己嘛爱演戏。啊，演什么戏呢？就是讲，透过戏剧工作坊呢，就是演一个戏，讲为软弱放弃，啊，尾啊呢，安那靠上帝的开力，会当得胜，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啊，这是一个帮助团队成长的一个足好的体验活动吼。所以讲特别邀请同工小组啊，是团契做伙招团吼。特别是疫情较缓和的时阵，会当来参加这个节目。OK， 阮尾啊甲这个支持阮的这个 Coca-Cola 吼，保养品有联名吼。啊，想到这个面，就是讲这个企业是一个基督徒的企业，伊想要支持亚东剧团。啊，阮是讲，加一个管道吼，加一个管道就是讲，那特别是讲咱厝里本身就咧用保养品的吼。啊，你先来用阮的体验包，啊，试看卖若讲这体验包袂歹，你就开始会当买一个保养品来支持亚东剧团。啊，阮是阮团员吼，阮定定拢咧化妆，啊，所以讲。阮感觉将即个保养品真正颁送阮每一个团员，所以讲我嘛是讲，有即个机会推荐互大家知影讲，即个保养品。OK， 另外咧，阮今仔日有哪炸一寡阮普雄市的义卖产品哦，包括吼，做侪人支持阮哦。因介意的葡萄干啊，或者是坚果，这东西品质非常好的。啊，佮有阮家己做的吼，手做的柠檬塔、肉桂卷吼、牛肉卷 ，OK。有的人吼特别为迄个新竹的塞车来吼，就是讲要买阮的迄个手做的烘焙品吼。所以讲像你即摆当把握出今仔日的机会。啊，我有嘉宾啊，佮讲完吼，啊，讲完毋是讲支持阮了，嘛是支持迄个咱原住民的兄弟姊妹。OK， 为疫情开始到今仔日吼，阮剧团改成安尼不务正业吼，无些讲的斜杠。按个吼，阮后来就感觉讲啊，阮去对义卖吼，愈来面皮愈来愈高吼，因为愈来有一个使命感啊，迄个使命感就是讲，因为阮就是走无些讲所在，啊，其实阮看到，其实做些所在拢比阮较困难。啊，所以讲，阮就知影讲吼，我有一个认知啊，迄个认知就是安那呢，阮若要去遮有需要所在，阮就爱家己募款。啊，所以讲，阮来家己勇敢吼，啊嘛是，请大家支持阮，安尼阮较会当甲福音啊，真正传到迄个有需要的所在。所以讲，请大家为阮祈祷，为阮奉献，啊，买阮的义卖品来支持阮，来参加阮的Nerve情境式创意剧场哦。即后面支持阮，嘛是教阮做伙来传福音。啊，搁一届，多谢教会甲兄弟姊妹的支持，我今仔日就分享到这，多谢。好吼，咱爱多谢导演，上时咱也知影，即个剧团伫即个疫情中间，其实做歹继续落去，总是因想尽办法，有上帝所互因的智慧才能。想尽任何办法会当生存落去，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持续为着阿东剧团来祈祷。啊，像是这个活动，我认为真有意思，所以是七月份而已，还是接下去都会有？7月、8月而已啦，吼。所以在7月、8月，咱若感觉我会鼓励咱教会的青少年家属来使，大概12到16人中间俩吼，12人到16人中间吼。就是去体验一个戏剧，啊，像是嘛体验一个互相对战的一个过程啦吼啊，我看迄个内容真特别啦，不过我真烦恼是大人毋知会使袂啦吼，
可能爱青少年可能较有法度吼。咱多谢因持续坚持传福音的这条路。咱也知影现代传福音甲过去无共款，所以因是一群持续愿意坚持伫传福音这条路顶头。所以虽然有反对也是拒绝，总是上帝赏赐福因真正持续伫这条路顶头。所以等者咱也爱为因来祈祷。第二项代志，今仔日咱的神学生，我对去年的7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的时间伫咱的教会实习。总是伊的实习伫咱的教会，伫今仔日算上尾的主日，所以咱多谢4节伫咱中间的服侍，咱泡泡来多谢伊。愿上帝带领扶持，互伊刷落来。包括现在咱爱持续为着伊的论文祈祷啊，还未到论文吼，我真烦恼吼。这个交论文了，还会当毕业啦吼。才会当刷落真顺利来抽签，像是8月份开始，那有刷落会当展开的一阶段，正做传道书的路。咱期待咱教会所出产吼，也是讲经过咱教会神学生因未来所服侍的教会，也真正因为咱经过这段的路了后，伊会当更较勇壮更较知影讲怎样伫服侍这条路来迈进。愿上帝帮助扶持，祝福带领。上尾咱嘛爱为着咱的主题来祈祷吼。伫咱的周报顶头，咱有看到这个冠霖，我想咱需要为因来祈祷，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开声伫坐地就好吼，伫座位顶头，咱为着阿东剧团，为着4节，为着冠霖来祈祷，因为冠霖伊伫即礼拜内底拄着真严重的车祸，然后咱的兄弟姊妹虽然无熟悉伊，总是熟悉伊的家庭，伊的爸爸、伊阿公，所以咱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特别为着冠霖现在危急，伊分娩次数差不多是3到4的这个中间，咱为伊来祈祷，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所以为着3项代志祈祷，头一项为着亚东剧团，第2为着4节，第3为着冠霖来祈祷，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这时开声无开声，做伙来祈祷。主，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你引带你祝福你带领，你帮助扶持，互亚东剧团因伫台湾这块土地顶头，对传福音的热情生出这个戏剧，透过戏剧，互人真正认捌主你的伟大。求上帝特别甲亚东剧团因刷落来，虽然伫这2天内底有真大的挑战，总是上帝你差遣引带祝福带领，互因真正冒上帝你特别的祝福。求上帝也甲4节做伙伫地，互伊的论文，互伊刷落来。伫8月份开始顺利正做传道书的时阵，祝福人在伫伊所要去的教会甲所在。求上帝也祝福人在伫伊的家庭内底。主，阮向你献上感谢。求上帝也保守扶持，互阮的兄弟俊义伊的囝儿冠霖，即时拄着车祸了后的病痛、昏迷，主求你医治顾守带领。亲爱的主，阮向你献上感谢，你引带祝福，赏赐阮台湾这块土地生出来有你福音、见证你福音的种子亚东剧团。求上帝使用因这群有传主福音热情、受呼召的人，透过戏剧，要互人领受上帝你福音的种子。求上帝祝福人在因所做，虽然困难，总是上帝你要甲因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扶持，互你的囝儿4节，伊伫学校就读，上是这要毕业。求上帝甲伊做伙伫地，赏赐伊教养的智慧甲开力，保护伊刷来传福音的路，帮助扶持祝福带领你的囝儿冠霖，
拄着车祸，现在昏迷，求上帝特别扶持医治，圣神医治的溃烂。阮相信，你必然要甲伊做伙伫地，互伊身躯边有上帝你所差遣的天使、医生、护士，拢正做上帝你所差用的器皿。祝愿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三甲来吟上咏387首。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神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灭倒。平安嘞，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